呢個係一個典型嘅艾德加入 V1 影片，係實戰之中。首先啦，開火直接跳咗啦，第一局嘅時候係我嗰個跳咗嘅，第二局嘅時候啦，就係開個好經典嘅食品平台，我呢一個係一個，就係之後我啦大哥888，我俾嗰個 Mr. B 打，我哋用啲走位躲開咗現場。有隊友好勁嘅1換1，然後我同對方嘅艾德加啦互相換隊友，然後我處理掉嗰個 Mr. B 殘留下嚟，接下嚟就係艾德加入 V1 嘅精髓。我選擇先離開回血先。艾德加嘅精髓啦，喺入 V1 嘅狀態下啦，係遠距離嘅狀態下啦，係屬於距離戰，就係睇下邊個對距離嘅把握咁勁。就係鬥邊個可以對距離打，即係睇下對距離打，即係讓人屬於打到你打到敵人，然後立即避免嘅先打到。我呢度係對手開極限威能，我立即退，因為極限威能硬平係打唔過。我哋重睇一次下，我哋一下兩下我跳，可以咁衝過嚟一下兩下，因為呢個遊戲啦，當嘢亂鬥啦，你被打，你係會。你向後拉啦，你會讓人屬於你打到人哋打唔到你嘅狀況，係特定掌握好距離之後，所以我就收掉咗呢個艾德加以弱勝強，收掉咗呢個極威艾德加，然後就順帶解釋埋呢一場極威一開場神一殺，接下嚟就係愉快嘅2環節。當然啦，呢度我冇記錯，我作死地去處理掉嗰個 Mr. B， 並係真係所以又開始新嘅一場實戰劇，殘血唔追，因為當時係殘血嘅狀況下，呢個係個實戰，唔係為咗拍嘅，所以當時我嘅諗法就係盡快處理好。唔知點解要處理咗個 Mr. B 係因為我啦係用習慣咗自動攻擊 Mr. B 嘅放出嚟嗰啲小雜兵啦，容易影響我嘅自動攻擊。我呢個缺點咧改唔到，順帶一提我係大家先會改唔到，我亦唔想改。畢竟自動攻擊你撳嘅時候係方便好多。所以先處理掉 Mr. B 係一個最好嘅選擇，對當時嘅我嚟講。畢竟我係唔會再驚打多一次一條㗎。畢竟我本身就係一個靠打一挑一打上嚟嘅人。當然啦，呢度係指我係靠打一挑一張法蘭克打到1000杯，然後再將 Primo 打到852杯嘅人。然後使徒基本上都係10倍速嘅，所以對1挑1而言我係好輕鬆。主要係1挑1裏面嘅艾德加800杯呢個段位係真係一大堆艾德加。Primo 嘅話基本上可以將艾德加吊住打，然後將一大堆坦克角色一套連招秒晒。當然啦，前提係對手唔係討厭嘅梅格，如果係梅格嘅話，你只要唔係咩打，梅格唔係打得唔贏嘅理論上，但係呢個鐵臂揮舞嘅傷害真係太高啦，即係只有剛好佢用鐵臂揮舞，我又用 Primo 嘅大招去打飛佢，由一套連招到打得贏嘅。只不過我比較菜，可以見到我冇呢種技術。不如你睇下我 Primo 只有852杯，如果呢個係我打其生死鬥打翻嚟嘅，所以可以睇到我 Primo 係真係唔太擅長。當然啦 ，Primo 無可否認嘅佢係真係好勁，喺1挑1嘅狀況下。